再來看咱行政院經貿辦的前副總談判代表顏慧欣，伊是傳出在生時受到職場的霸凌。行政院是認定這總談判代表楊定年有加霸凌，所以議長杜英泰決定7月初1開始要甲楊定年政委的職務攏加停掉。楊定年認為講這款決定呢是欠一個具體證據，所以無排除用法律來加解決。院長怎麼看楊真寧說他被未審先判，不排除採法律途徑？行政院長杜英泰離稿接見兼行政院經貿辦總談判代表的政委楊定年了後，決定自7月初1開始暫停楊定年的職務。這件代志就是楊佇今年3月因為破病來過身，在生進前參與美國對等關稅談判，擔任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的顏慧欣，風聲講在生進前在工會場去互霸凌，若講霸凌的風聲講就是楊定年。行政院委外調查了後，認定有2項行為構成工會場霸凌。楊慧欣是我們辦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們都很難過，而且在他生命之間，我們都有很好的互動。楊定年捌講，甲顏慧欣的互動真好。聽這個消息傳出來了後，伊在離稿暗時發表5點的聲明，包括調查的過程欠正當程序。另外，主管無法度採納當人的意見，袂當看作是霸凌，也閣有未審先判欠具體事證，無排除接下來會採取法律行動。嘛感謝中關經貿辦，也閣有相關的工作班一路以來陪伴甲協助。霸凌防治幾乎已經是跨黨派的社會共識，也會尊重他依法救濟的權利。整個社會期待的是一個不回避、願意檢討跟改善的政府，尊重他的權益嘛。這場霸凌，其實我們的要求越來越嚴格，特別是長官對下屬的霸凌，應該都要有一些的舉證，才有辦法去定罪，才有辦法去處理。未來才有可能來接任經貿辦總談判代表的。外界推測，捌佇咧外交部處長任內兼任經貿辦副總談判代表的李順，也閣有實際參加 WTO 甲台美等等雙邊談判有實戰經驗的前經濟部處長陳正奇，攏是正適合的人選。行政院強調，即馬各項經貿工作攏做甲真順遂，無受到個案的影響。若台美經貿工作小組由原由副院長鄭麗君的調集，繼續推動台美經貿合作，也閣有談判工作。記者綜合報道。